自后2022年9月初9，每日圣眼光读经，吞忍的模样。圣经雅各书第5章，咱来对第7节看到第11节。所以兄弟姊妹，着忍耐教主的来临，恁看农夫安怎听候田年宝贵的收成，以耐心听候春林秋雨。恁嘛着忍耐，恁的心着坚定，因为主的来临近啦。兄弟姊妹，毋通互相埋怨，才免受上帝审判。恁看，审判者徛伫门口啦。兄弟姊妹，着用遐个奉主的名讲话的先知做忍受苦难的模样。遐个吞忍到尾的人，咱看因做有福气。恁捌听见约伯的忍耐，知主最后有安怎甲伊照顾，因为主充满怜悯甲慈爱。吞忍的模样，伫生活中，你愿意忍耐的原因是甚物？有一位老母，逐工为囡仔祈祷，伫生活中忍耐着囡仔的毋捌代志，阁毋知好歹，无理幼稚、叛逆、无知。望有一天，伊会当长大成熟，知影父母用心良苦，愿意拍开心门，甲父母沟通和好。有一位员工日日为头家祈祷，伫工作中忍耐头家的冷热风刺、任意妄为、剥削压榨。望有一天，家己着学晓了后，会当找到适当的头路，出去家己走跳，毋免去看头家的面色。迄时，希望头家会当察觉，当你员工的无闲，引带员工搁较精进，适时甲员工加薪升迁，善待员工亲像一家人，做伙伫职场扩展境界。虽像即款的忍耐并毋是少数，只是角色转换尔。可能是囡仔在忍耐父母，头家在忍耐员工，也是伫其他关系中忍耐对方。可见，若无关系，就无需要忍耐。人的忍耐，是因为有一个愿望，拄亲像保罗讲的，毋若安尼，伫患难中，咱犹原欢欢喜喜，因为咱知患难生出忍耐，忍耐生出老练，老练生出愿望，愿望袂迟到见效，因为上帝通过赐予咱的圣神，将伊的疼灌入咱的心。罗马书第5章30到50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着忍耐到主来。恁看，农夫安怎听候田年宝贵的收成，伊耐心听候春林秋雨。雅各书5章第7节。雅各书提醒，伫艰难中，为甚物爱忍耐？是因为相信上帝的公义的确会临到，因为心内还有疼，所以会当放下论断、收回批评。因为深知上帝慈爱甲公义，所以相信一切有伊的掌权和安排。一位少年人，捌伫人际关系受过伤害，互伊自信全失，甚至自尊心损落。面对人的时，总感觉别人带着逐种各样的眼光伫看伊，互伊感觉无受接纳，甲感觉见笑，也担心家己是毋是搁得失人。伫参与教会团契生活以后，伊开始学习忍耐的功课，忍耐别人的请安问好，忍耐甲人同工的磨合，忍耐家己
反省修正。为什么是忍耐呢？因为这甲伊原来的家己有伤济的冲突，伊需要有耐性来学习接受人对伊的疼，需要耐性勇敢讲出真正的想法，需要耐性练习相信家己是防疼的人。伫上帝塑造，伊学会晓忍耐。忍耐是关系到袂失落的公义，关系到袂放弃的愿望。咱若相信上帝话语，就亲像奉主的名讲话的先知，咱也会成做忍耐的模范。默想，伫逐种关系中，我为着什么在忍耐？伫逐种关系中，我为着什么在忍耐？咱来祈祷，主啊，求你启示我忍耐的真义，互我的忍耐成就你的慈爱甲公义。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